容易跌入罪裏面個原因，係因為我哋有一種嘅 desire， 有一種嘅愛慕，但係唔係 desiring God， 係 desiring things， 係愛慕物質，愛慕地上嘅一切，多過愛慕神。因此嗰種愛慕，嗰種嘅 desire 將你拉往個私慾裏面，以致你跌入嗰啲嘅陷阱當中。但幾時你嘅心轉向神，你清楚留心，知道神係你真正嘅滿足，你去愛慕佢、尊崇佢，你發覺喺嗰個時候，心裏面就有一種嘅力量。我唔需要呢啲，我得咗呢啲，我會失去主。我得到佢，我會失去神。你會發覺裏面一種好自然嘅力量會出嚟，會俾你可以勝過罪、勝過試探。